为着要鼓励时大是食较老、学较老，台南新市国小最近推出6年课程，让阿公阿嬷来学台语囡仔歌，还有搬喙锦。另外也互因上台搬戏。虽然讲这台词是记袂牢，阿公阿嬷依然是感觉真趣味。无食到呀，吹无糖。 阿公阿嬷对老师哪念歌谣哪表演，新市国小这班6年课真热烈。老师唔但用台语数字教因唱歌谣，学生搁爱上台表演。要出来外口运动的人，衫裤就爱穿较显的，唔通穿较乌色色、暗蒙蒙。阮根本夹到皮皮穿嘞，因为老师咧教，阮当然拢找着练衫斗尔，食老啊啦，记伫歹啊，所以。 看大字报，大家分组轮流搬戏，拢需要大字报。不过透过上台的训练，有观众拍扑啊鼓励，时大豆豆啊找到自信。老人记忆会增加记忆，啊，搁学一寡台语吼，一寡古早台语拢都找倒转来。教的时阵吼，会当搁互因去找找记忆。啊，因咧找记忆的时阵吼，因特别去感觉讲因咧退化，因为老人伊爱有自信，爱有人甲关心。 啊，来个一点就是讲，伊有舞台，伊就会想要来。新市国小6年班最近加入老惠荣老师设计课程，伊嘛利用时大熟悉的旋律，教因囡仔歌、搬喙锦也是古诗，哪讲哪演哪唱，时大学了趣味，嘛是一种文化传承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